中山東區寶龍城有個89方個三房全新出租，朝南向位中高樓層，喺小區嘅花園。呢度係寶龍城嘅水景，朝南向，隔離就係保利天郡，嗰邊呢就係中山108。如果去萬象匯嘅話係10分鐘車程，富逸城嘅話沿住呢個長江路過去8分鐘就到啦。富逸城同 Coco City。89方嘅三房做咗全屋嘅定制，入門有智能密碼鎖啦，同埋呢啲鞋櫃啦，都係業主自己訂製嘅，採光非常之充足。呢度有廚房嘅位置，可以放雙開門冰箱啦，但係業主依家就配咗一個單開門嘅一個冰箱。爐灶啊、抽油煙機啊、消毒碗櫃啊都有嘅，仲有一個大嘅採光窗，熱水器同樣都係美的嘅。沙發啊、電視啊、電視櫃啊、背景牆啊呢啲嘢都有嘅，窗簾都有。呢度就係休息區，主人房呢邊都係做咗一個業主訂做咗一個到頂嘅衣櫃，可以放好多衫啦。呢度就係公共洗手間，乾濕分離嘅，採光都係非常之 OK 嘅，都係朝南。主臥都係朝南向嘅，有咁大嘅採光面。全屋呢個中央空調都配有嘅，1米8嘅大床，仲有2個床頭櫃，三邊落床都係冇問題，空間非常之闊落。中間呢個房可以做呢個雜物房或者工作室。呢度係比較安靜，唔靠路。呢度就係3段式嘅公共洗手間，同樣都係乾濕分離。業主首次出租呢個房間呢，同樣都係做咗到頂嘅衣櫃，同樣都係住好中央空調。感興趣嘅話，可以約我實地睇房。我對東區非常之熟悉，中山本地人。呢度陽台呢度做咗一個3段式嘅推拉門啦，成個風格係呢個現代奶油風。依家租金嘅話就係2800